行政院颁布的《交通安全基本法》今仔日立法院开始审查，也毋过时代力量党团是批评讲，这个草案无啥内容。交通部指出讲，基本法是一个大的架构，其他法条未来会讲搁来补充。另外，针对进前国道客运业者提出要起价的方案，交通部是表示讲，应该爱心来提升服务的品质，政府会继续来补助业者。10月2日，国道3号发生游览车超速出代志，造成4个人死亡。同款伫这个月17，国道1号五乡高架路段是发生国道客运火烧车的意外。虽然警员紧急逃生无伤亡，也毋过入伙积极，大车安全，互民众无放心。最近国道客运业者所提报，希望运价起，那联动票价却无相对安全，互人无法度接受。国道客运有这么多的问题，然后运量也减少，它的服务品质是需要提升的。现在票价号称要调整3成，你到底你的态度是如何？我是倾向于这个由政府来吸收，目前初步是这样。但是是不是三成这个要经过这个他们审议委员的这个审议啊？交通安全课题最近真受关注，尤其行政安全刊物恶名出现伫国际媒体。行政院拟出的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草案，早起摆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议，在野机关质疑草案敢是形式而已，尤其关系交通安全意识的教育民根本都无法列出。教育的部分，他们要做什么？是不是都会在法里面把它写清楚？这个教材或是各版本的教科书的更改，他们就要提出。好，那车祸的原因，也就是车流的冲突点，我们的交通改革必须整个打掉重练。交通安全基本法是学日本作为统筹交通安全的大架构。其中也将目前由交通部主席的道安汇报交到行政院专业，和跨部会统筹会当更加顺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